好，来继续来看，伫这个台北甲新北市坐车上下班的通勤族真多，都惊有人若为着病毒，真歹掌握着因去过的所在，所以指挥中心呼吁民众使用记名的卡片来坐车，包括这个悠游卡、一卡通、iCash 2.0拢会使，但是目前有记名的比例只有30%，比例偏低。啊，嘛有游客讲，有这个新客讲，唔知要安怎来登记。来看咱的报道，咱教你安怎来登记。 现在拿的卡呢是没有实名制的悠游卡，我们来实际上车看看。因为坐公车坐捷运无强制实名制，真侪人根本无去办，也是唔知讲要安怎登记。昨天才宣布的，我们今天上班也来不及办啦。三种卡片包括悠游卡、一卡通、iCash 2.0，指挥中心讲，这拢使登记姓名。手上是有悠游卡还是一卡通跟 iCash？ 那扫了这个网址 QR code 之后，登录那个网址。以悠游卡来讲，扫 QR code 了后入到记名这个网页，你会使选你的卡片的身份，就是普通卡还是优待卡。点入去了后，爱拍这个悠游卡这个卡号，随来写基本资料了后，就会使完成设定。其他两种卡片嘛是类似登记方式，因为目前公车捷运实联制并无强制性。 卡片记名比例嘛只有30%，也就是3成尔，比例有较低。我在准备中啊，但是因为这个中央没有规定，我就还不会做。那真正要落实，部分的老大人甲用现金坐车的人，可能都要写纸本的资料，那呢只时候恐惊影响到交通，这要安怎处理？指挥中心讲，这个研究。